人生短短幾百年，香辣雞翼你有冇食過呢？好似我咁整，外焦內嫩，香辣帶勁，一啖一個，根本停不下來啊！事不宜遲，即刻搞佢！2斤嘅新鮮雞翼買返嚟，用牙籤篤佢900幾個窿，以防佢一陣就飛走咗啦。跟住嚟啲薑片、鹽、糖，打入一隻少少炸雞粉、化骨綿醬，同佢按波，醃佢15分鐘就 OK 啦。油溫7成，然之後將啲雞翼倒落去慢炸佢4分鐘，炸到個雞翼八面金黃，表皮酥酥咁就撈出嚟先。嚟少少辣椒油墊底，薑葱蒜倒入去，俾少少小米辣同埋辣椒乾。青紅椒，最後再俾一缸嘅豆瓣醬，用你白柴嘅手仔炒出嘅醬香味，跟住將炸好嘅雞翼倒入去，佢咩東東嘅鬆茸先，少少豉油倒入去，快速翻炒入味，令到每一嚿雞翼都香味撲鼻。出鍋之前揼一紮迷人嘅葱花同埋白芝麻，呢味香辣雞翼就搞掂啦喎！香辣大勁，越嚼越香，簡直好吃到不得了！